哎，哇，刚刚没有介绍我的名字哦，我先头昏了，我就一直开始唱了。我是以丽，请讲一遍，以丽。黑白的城市，早晨醒来，音乐停止旋转，留下一大片空白。灰色的街，阳光没有温度，对街的女孩，悠悠哉哉，没有束缚。沉默，期待着什么？该要继续下一个开始，还是停留？为什么？给一个理由，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。黑白的城市，夜晚醒来。隐隐遮住对白，抹去一大段未来。热闹的夜，故事没有结束。疲倦的小孩，孤孤单单，以为幸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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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嘟嘟嘟，黑白的城市，早晨醒来，音乐停止旋转，留下一大片空白。灰色的街，阳光没有温度，对街的女孩，悠悠哉哉，没有束缚。沉默，期待着什么？该要继续下一个开始，还是停留？为什么？给一个理由，不要继续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。黑白的城市，夜晚醒来，隐隐遮住对白，抹去一大段未来。热闹的夜，故事没有结束。疲倦的小孩，孤孤单单，以为幸福。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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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，哒哒哒。嘟嘟嘟嘟嘟嘟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歌词似曾相识？就是我在写我的，就是那个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你们也都有 Facebook 对不对 ？Facebook 对。然后现在的那个手机是不是很方便，照一下就可以上传 Facebook？ 然后我的朋友都坐办公室嘛，那你看现在的大楼是不是都是其实距离很近？你这样往下看，可能都可以看到这里
就是对面的阿伯啊在做什么，或者是小朋友在做什么。那朋友也是啊，他就会就是那个窗户那边去看，就是照一下那个天空啊，很漂亮啊，蓝蓝的，或是夕阳照一下，然后上传，然后大家就开始按赞赞赞这样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有趣哦，就是其实你坐在那个办公室，但是你的心里已经在规划周六，然后周末我要去哪里，就是，然后。有时候那个 Facebook 上面会有很多那个什么抱怨，不是吗？这个老板怎么样？然后大家按赞赞赞，就是很无奈啊，就可能很想要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，可是没有办法改变这样。然后看着别人啊无忧无虑啊，就很羡慕啊，小朋友在那边走来走去就很羡慕这样。